华山基金会关田站庆祝建站13周年，20号伫立顶里活动中心举办感恩茶会，邀请关田区公所主秘许芳荣、立顶里长陈基玲、立委服务处代表以及议员陈秋红到场同乐。活动一开始，来宾甲长辈做伙做着毛巾操，大家做伙健康运动。华山基金会关田站已经在地服务满13周年，那也已经服务超过满158位的长辈。那除了陪伴他们度过这些孤苦无依的日子之外呢，我们还会举办各种多元的活动。那像这几个月这样服务下来，其实有很多长辈他们有在吃慢性病的药。那也不止一种然后他们很多就是回家之后就会把药散在桌子上，然后就很容易吃错药，或者是跌倒受伤都不知道要怎么包扎所以今天就是有特地举办活动，然后邀请那个药师来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子分装药，然后还有简易的伤口包扎。大家会当摕到一张单，这是一个较简单的这个出风枪顶悬有写你的镜头，大家摕到镜头可能会无相像。有个人摕到这个酸痛，有个人摕到感冒的。随着年龄愈来愈大，有的长辈记忆会变歹，不时出现吃唔到药也或者是袂记得食药的情形。华山基金会特别邀请药师杨博生再来分享，教导长辈正确用药观念。参与活动的议员陈秋红真感谢华山基金会长期照顾社区长辈用心。很感谢华山基金会长期以来照顾我们这些长辈了那今天他是13年周年庆的感恩茶会，那也请他们的药师来教导我们所有的长辈，以至药师了那里面有包括起床、早上、中午、晚上跟睡前的药物怎么使用，让我们这些长辈能够很明确用药的时机。那这几年来真的很感谢华山基金会他们长期以来帮助这些弱势团体那替我们社会照顾很多一些边缘人、一些弱势团体。那希望我们社会大众能够来共同响应参与这个活动。华山基金会秉持着照顾老人的理念，免费提供失医、失能、失智的长辈关怀访视、物资协助、教替服务等免费服务。希望有爱心的朋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做伙守护在地古老。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